躺平資產配置每個月只係操作一次，唔需要每日望住個市，究竟係點樣做到呢？第一，揾出動能最高嘅資產，透過量化動能嘅法則咧，你可以揾到嗰個月最高動能嘅資產係啲咩？例如，當個市場處於進攻嘅狀態，股票市場例如美股啦或者港股咧就會跑贏；當個市場處於防守嘅狀態咧，國債或者黃金咧就會跑贏啦。正因為每月最高動能嘅資產只會得一個啦，咁所以我哋可以將所有本金買入去當時最高動能嘅資產，就可以潛在跑贏，做到最好嘅潛在回報，唔需要因為分散部署而跑輸，兩頭唔到岸。第二，每個月檢查信號一次，當信號有變動嘅時候，我哋先至去更換我哋嘅資產配置。2024年我哋只係操作咗2筆交易，證明 good decision 比起 more decision 更加重要，唔需要過度交易都可以做到財富增值。第三，建立機械式嘅投資框架，幫你決定幾時去進攻，幾時要防守，將人性嘅影響減到去最低。投資最大嘅敵人咧，往往係自己。喺牛市嘅尾聲，往往會被貪婪所佔據，忽略咗市場發出嘅警號，趕唔切離場。另一方面，唔少人睇住美股不斷上漲，亦都會有一個高追嘅恐懼，錯過咗可觀嘅升幅。所以識得幾時進攻，甚至係應用到2倍嘅槓桿去加速，有危險嘅時候轉入黃金或者係國債去防守咧，係非常之重要㗎。有興趣了解更多，歡迎報名3小時0至1免費網課，到時會詳細咁分享。